甲国说文第66集。台语有7声8调，听起来亲像真高雅、真有文化。其实这只是粪扫级的理论，哪会讲啊遐歹听啦？这种的乱教，连教育部家己拢无照安尼读哦，有影则含无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入声骨只有2个声调，这2个标示，一般人看有无？有台语老师教一世人的教育部台语，毋知影这是咧标啥潲，有悲哀无？来看教育部家己如何发音。饲这个小喇叭就会发出声音。骨，这是轻声。骨，来看古者教育部安怎发声。骨架，无共款吼。骨架，这是细声。骨架，这是轻声。骨。排骨酥教育部阁是安怎读的？排骨酥，阁听一遍哦。排骨酥。入声只有2个调数，这3个骨教育部的注音标示拢共款，煞读出3个无共款的声调。骨是轻声骨，轻声就要标示轻声的符号，无标示声调符号是一声啊。自读国校老师就安尼教啊，敢毋是？轻声就是半拍的中声，中声是咪调。骨架是4声骨，排骨酥是1声骨。注意听看卖哦，排骨酥停留伫高音的1声，排骨酥有无？换来听看这句滑。骨，这是4声，搁听一遍。骨。咱搁来看这涂骹真滑，伊安怎读？涂骹真骨，行路爱细字。是毋是无共款？你搁注意听哦，这句话伊安怎读？涂骹真骨，行路爱细字。本条是安尼的乱标啦，实际读出来是4声骨，真骨读的是中声骨，是完整的1拍中声哦，毋是半拍的低促音哦。搁听一遍，真骨。这是北部的漳州腔，4声骨是海口腔。莫错乱哦，还有哦，来看滑溜教育部安怎读？骨溜，这是假声。骨溜。滑倒呢？骨倒。这是4声，应该较好判断。骨倒。假声。骨溜。4声。骨倒。骨溜读的是假声骨，假声是假音的倒调。骨倒是海口腔，读的是4声。骨倒是漳州腔，读的是假声。有错乱无？优雅的7声8调，教人入声只有2个声调，但是咱就已经讲到5个啊，还有一个哦，骨骨骨。就算一时判断袂出是啥物声调，至少知影这3字拢有无共款的声调。骨骨骨，二声、假声、中声，海口腔就读骨骨骨。整理一下，入声毋是啥物声调，入声嘛无一定是低促音，只有收尾音的韵母，修正安尼的观念。才有法度记录这字的实际的6个声调。搁来练习一遍：轻声的排骨，4声的骨架骨倒，1声的排骨酥，中声的真骨，假声的骨溜，2声的骨骨骨。配合甲骨先生发明的135拼音法，一切就变真简单啊！135就是哆咪嗦，就是假声、中声、1声。中文只有高音的1声，闽南语总共有7个声调，就是啊啊啊啊啊啊啊。这集讲到的6个收尾音的声调就是骨骨
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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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， 三声像即种爱转音的声调，实务上就无用伫收尾音的声调啊。一开始袂惯势吼，袂要紧，咱加练习几届啊，就上手啊。搁来一摆 ，good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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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， 是毋是哪来哪熟悉啊？套上例词，骨溜，真骨，排骨酥，骨骨骨，骨架，骨倒，排骨。搁一遍 ，good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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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。所有教台语的老师拢照教育部安尼乱教，所有会晓讲台语的人拢读这6个声调，包括教育部的小喇叭。啊，一开始是安怎学的呢？有为加声节开始无？可能千千万万的学生囡仔连1、2、3就无好的教材通学，有侥幸无？节目的最后，来看教育部如何拉。好啦，莫吵啦。这敢毋是假音呢？搁听一遍。好啦，莫吵啦。这就是假音啊，是无？才搁讲啦。是毋是假音？才搁讲啦。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。有闲则搁来讲啦，咱下一集再会。